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台湾通信30档纪念奖的颁奖典礼。我是主持人台南妹仔 AYO，大家好。您好。咱今仔日的活动的来宾甲这种人吼，拢是住伫世界各地，会当甲大家做伙伫即个时间上线斗阵，是一个真罕得的机会。我家己是感觉真荣幸。对，台湾通信是近代台语文运动上重要的一份刊物。即摆颁奖典礼的主办单位美国陈文成博士纪念基金会得到台语文化大使命基金的赞助，特别举办即个纪念奖的活动，就是要来感谢台语文运动者因追求台湾政治、经济、语言文化转型正义的拍拼。所以，咱即马要先来邀请1991年伫洛杉矶创办台湾通信，嘛代表即摆活动筹备单位世界台湾文化论坛的郑良光先生来甲咱致辞。欢迎良光兄。住伫世界各地台湾乡亲大家早早晚安午安我是台湾通信创办人郑良光大先要来感谢主办单位陈文成基金会。陈文成过身今年拄好40周年，所以会当来办即个活动，实在是有特别的意义。陈文成在生的时阵，一向追求台湾社会伫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即个公平正义，所以伊若在生，今仔日若是还佫活着时，我想伊一定是台湾语文运动的支持者。嘛要感谢即个台语文化大使命基金来赞助即次的颁奖的活动。接落来，我要来分享我要讲的主题是即个台湾文化论坛的 DNA 咱歹势阮兜的钟咧弹佫几秒钟就过我有较差一点仔就过。其实无要紧，无要紧。讲到即个台湾文化台语文化，上重要就是即个台湾的文化通路。咱的台语文化一直伫即个公共媒体拢受到歧视啦所以是若即个世界台语文化论坛世界台湾文化论坛伊的名底其实是一个新妇仔名啦咱即个台湾人，台湾的第一份报纸，伫1885年就成立迄是叫做台湾府城教会报。续落来1977年有即个台湾语文月报。1991年有台湾通信伫洛杉矶创刊。1995年世界台语文化营伫 Houston 来出世到2当前就是23届的世界台语文化营伫即个洛杉矶来举办同时阵佫过来就是有即个台湾通信30档的特刊的筹备所以是希望伫今年的年底会来发行按今年开始呢咱台湾通信30档有即个线顶读者联谊会每礼拜拜六拢有伫即个线顶来咧举行佫续落来差不多1个月前咱甲即个平台改名做世界台湾文化论坛主要是要鼓励咱台湾人用台语来论台湾事期待咱以后会当变做有一个世界的台湾文化议会会当来促进台湾即个文化政策会提升这
台湾府城教会报吼，就是生做安尼吼，这是伊个报吼。啊，迄当时吼，伊咧报毋是干那讲是教会诶消息吼，嘛报足侪即个世界诶即个大事啦吼，包括讲迄阵 Titanic 安那沉落去个大西洋吼，迄段纪事嘛拢有刊入即份报纸吼。啊，日本兵吼，安那入来台湾吼，嘛拢有记载伫遮吼。啊，搁内底嘛有足侪即个有关用台语写、白话字写诶台湾文学吼。啊，一直1988年发刊，吼啊，一直经过差不多100外年吼，啊，伫即个1969年啊，被即个国民党来甲咱禁止吼。啊，其实吼，外来政权要统治一个殖民地，伊第一个要紧的，就是要断台湾，断即个被殖民者的文化。啊，因上好的做法就是讲，甲伊的语言先甲伊断掉啦吼。总是咱台湾人吼，即个台语虽然经过2遍即个外来政权的即个国语政策的语言屠杀，啊，总是呢，咱即个字吼，拢还袂去互挂断去吼。台语虽然经过安尼即个正肉重的外来政权的安尼压制吼，还阁是活的啦吼。所以像讲教会公报1969年吼，去互国民党禁止了后，8冬后啊，伊伫1977年伫海外伫纽约的所在吼，咱海外台湾人的第一份报纸啊，就是1999年来出世吼。啊，迄当时是李鸿明伫纽约，陈清风伫芝加哥，郑良伟伫夏威夷，啊，共同来推动即份刊物吼。啊，伫即个1978年办一年了后吼，伊甲即个报纸改名做《台湾论报》啦吼。啊，可惜粮草无够吼，1980年吼就停刊啦吼。啊，毋过吼，咱台湾人实在是袂死心啦吼。11冬后，吼台湾通信伫洛杉矶来出世啦吼。啊，迄当时即个发刊的理念吼，就是讲要传承台语文化的香火啦吼。啊，第2点就是想讲要来搭桥吼，互即个互相无啥咧联络的即个台湾语文工作者会当有互相迄个联络的机会啦吼。啊，第3个即个意向吼，是想要起造舞台互遮个作家吼。遮个艺术家会当来即个平台内面来发表因的作品啦吼。啊，第4项目标就是讲是看会当安尼来亲近咱故乡的田园啦吼。所以咱若看即幅插图啦吼，你看上倒面即个安尼看着安尼悲哀吼，啊，拢毋敢讲话，喙拢掩起来吼。啊，第2个吼，伊就感觉较自在啊吼。啊，第3个你来看，伊就安尼看有笑容吼，啊，顶头阁有一只鸟啊吼，表示讲伊已经得到讨饭吼。啊，这是咱2冬前吼，洛杉矶23届世界台语文化营翕的相吼。啊，头前有留3条椅仔吼，一条是要留互王玉德吼，啊，一条是要留互蔡正良。啊，一条是要留郑良伟吼，啊，因3个人2个已经过身去，啊，一个已经行动不便，无法度通来参加。啊，即场大会吼，有世界各国的人来参加吼。这是即个大会的手册啊，咱总编辑是即个张福珠美编是陈慧敏。即方面设计是免买演讲吼，拢总有338页吼，这是个封面吼。这是封底啦吼，咱雕工采用即个校田的春天的即个海报来做咱的封底吼。这是一个台湾
政治受难者、白色恐怖受难者、陈新杰先生伊的回忆录来改编的吼。刁工会应用即张海报来做咱的封面底吼，主要的原因就是想讲咱台语文化应该甲其他的即个文化团体来做结连啦吼。蔡总统有刁工用全台语吼，用即个生动影的方式为即个世界台语文化营来做开幕的致辞吼。迄当时的郑丽君部长嘛是共款，嘛是用全台语来到咱即个台语文化来做开幕的致辞所以政治人物会当徛头出来用台语讲我想是救台语上好的方法。这是周清乐馆长带两个台美囡仔来遮来甲无所以参加者有来自3个世代4个无同的国家包括日本、台湾、加拿大、美国各所在，总共有差不多8、90个人参加。上大会时阵差不多有100-200个人啦上济的时阵迄个开幕的时阵即张即个23届世界台语文化营是由台湾罗马字协会多伦多台湾语文中心甲美国台湾通信共同主办即本手册内面特别要义讲要去招普通的美国遮在地的厂商来赞助啦包括即个中坡西是阮洛杉矶内面足出名的一个台湾料理啦所以遮有一寡是一寡迄个公司行号也有一寡是即个咱的台语文的团体、甲教会的团体来甲咱做赞助安尼嘿。好，头拄仔梁光兄有讲到，就是咱拢知影咧推动台语文运动的时阵，毋若是咱民间的运动者做拍拼，迄体制内嘛是政府斗相共嘛是真重要的力量，对。等下咱嘛有头拄仔有讲到的，嘿。遐甲先还袂讲了哦。哦，好。我想讲我时间到，还袂呢。伊还袂讲了，伊还袂讲了，嘿。好，安尼我较紧讲了后来，即场即个会足阵热烈啦讨论足阵热烈而且大家安尼真正是安尼流目屎足感动讨论足热烈所以咱有迄阵有提出两个后壁有发表一个宣言啦拢总有8点其中内面有2种想法第一个就是讲要设即个台语文化贡献奖第二个就是讲咱希望即个台语文化的名称要改做世界台湾文化营后来有修正讲要用即个道路线的策略啦所以就是因为安尼，咱开始有来办即个颁奖台语文化奖台语文化贡献奖佮嘛开始来办即个线顶的读者联谊会啦即个线顶读者联谊会是为着即个要编台湾通信即个30档的特刊来设立的会使讲是伊的副产品啦即个即摆开始即个来转型差不多1个月前，咱开始转型，变做讲用即个平台的名甲改做台湾文化世界台湾文化论坛伊的宗旨就是要用台语来论台湾事这是每礼拜有线顶每礼拜线顶聚会这是其中的第2场啦第2场，咱有请即个吕东熙鸭草的施俊翰即个张福慈佮美国的《台湾日报》来做舞担人是特别请即个美国的台湾人联合基金会来做咱的主办单位安尼这主要的目的就是讲要结合咱世界各地的文化团体啦这是第3场第3趴，应该是第4趴的款啦咱请即个
台湾伫美国法国3个艺术家来用台语来讲美术主持人是金钟奖的即个广播奖的得奖人迄个廖新田教授这就是咱今仔日第一场的即个颁奖典礼台湾同时30档纪念奖确定咱有请即个阿勇互咱甘做主题演讲咱遮得奖人有7位得奖人，其实是逐位拢是足尔优秀要来讲感言，是因今仔日因每一个人就有法度人讲2点钟就讲袂了啦所以咱今仔日因时间的关系，咱每一个人甲互因7分钟所以希望咱即个因为网络时代会来到所以借着即个网络会当甲咱强要种的即个台语搁捡转来我是甲伊定位做这是台湾语文运动的2.0的起稿甲出版啦而且互咱感谢为台湾无私的奉献去做伟大的国家要感谢即个陈水扁总统个阿勇个即个南市的议长王宗尧基进党的主席陈奕齊个地地军部长陈文成基金会美国的即个秘书长刘明石个台湾文成基金会的董事长用美兴女士个感谢台语美心饭的赞助当然咱感谢拄则讲过即7位即个得奖人王宗信、周慧文、郑雅怡陈鸿辉、陈明仁、余文彦、甲吴家明好，安尼我今仔日的报告就到遮祝今仔日的大会会当成功，多谢。多谢梁光兄的介绍，多谢。歹势，我甲你拍断你讲话。不要紧。安尼，咱即马先来看一段影片。咱迄落头仔有讲到，就是迄落文化部长郑丽君部长，伊今日嘛为着咱即场活动，特别翕一段影片要互大家要甲奖安尼。所以咱即马先来看郑丽君部长的影片。中国先生台湾通信各位先进、各位好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我会当透过网络来参与咱台湾通信30档纪念奖的颁奖。首先，我要来恭喜咱吴宗信先生、蒋维文先生、郑雅怡女士、陈芳慧女士、陈明仁先生、杨文彦先生、甲吴家明先生来得到咱台湾通信30档的纪念奖。我要感谢各位长期为台语文的发展来打拼。今仔日，咱的囡仔伫学校会当来学母语，国家来制定国家语言发展法，设立咱台语台，或者是咱会当用台语继续来创作音乐、文学、戏剧甲传统艺术，以及伫生活内底各方面拢会当来使用台语文。我想这是济的前辈甲先进会打拼，才有今仔日的结果，会当来成就咱台湾的多元文化。所以我要伫遮对各位先进长期投入语言平原的运动，长期用心来保存甲发展咱台语文化的各位先进，来表达我上大的敬意甲感谢。另外一方面，我嘛要感谢咱台文通信，长期来投入咱台语文的推广。我深深的体会，若无咱台文通讯的各位先进，长期来推动咱台湾本土语言的文理化、甲文学化，伫民间来累积力量。我相信过去几冬，咱伫体制内底是无法度来推动改变，来促进咱文化的平权。我相信语言爱伫生活内底来发展，上重要就是咱每一个人有权利会当自由来使用咱的母语。各位会当伫生活内底，以及伫专业的工作内底，拢会当来使用台语文。这是我向各位来学习的所在。
我相信嘛是咱来继续打拼的目标。国语证明一件代志，就是咱台语嘛会当随着时代来进展，会当用来表达科技、艺术、资讯、学术，还是会当用来推动社会服务、甲社会运动，拢会当来使用现代的知识甲概念。我认为是讲，语言是干那是讲话工具，语言本身就是文化。咱不只爱会晓讲，咱爱用伊来思考、来创作、来表达。上重要是咱伫生活内底，成做整体的语言文化，互伊来自然的发展。请大家继续来打拼，来讲台语文。咱嘛希望台湾每一个族群的语文，拢会当伫更较好的环境来发展，台湾文化就会更较多元甲精彩。感谢大家，嘛向大家来致上我上深的敬意，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谢。好，多谢迄个部长的影片。咱即马吼，即摆的颁奖典礼，协办单位是台湾的陈文成博士纪念基金会。虽然讲名拢是号做陈文成博士的纪念基金会，毋过美国甲台湾的基金会是两个无共的组织。我家己伫大学的时阵，我1年仔的时阵就有参加过台湾陈文成博士纪念基金会举办的人权之路的营队。我迄个阵有甲因去绿岛，阁有去嘉义，就是熟悉足侪白色恐怖阁228的历史。迄几工学习的内容，到今嘛阁影响我诚深。所以咱即马就要来邀请台湾陈文成博士纪念基金会董事长杨美萍女士来甲咱致辞一下。耶！请杨董事长爱先开麦克，安尼。使吼，安尼好，嗨吼，大家好，主持人咱各位得奖人搁台语文化运动的朋友，大家好朋友，大家好，我伫台湾即摆是暗时吼，咱伫美国加拿大拢是早时吼。首先吼。我感觉真高兴会当参加即个会当来做即个协办的单位，台文通婚30年的纪念奖吼，会当做遮毋久，推动即个台语文吼，实在是对各位的即个精神吼，我非常非常的佩服啦吼。大家拢知影讲。即个台湾文化上重要的因素应该是语言啦，吼。一个统治者，伊若要来统治咱的时，上重要伊就是用语言来甲咱统治，来甲咱做控制，吼。来同化咱台湾人，这就是台湾50年来所的状况，吼。咱要互即马伫台湾。认为家己台湾人已经大概80几%，毋过台湾话有若是大部分的人拢袂晓讲啦，特别少年人拢袂晓讲吼。伫南部是较好一丝啦，伫北部我看遮的少年囡仔拢袂晓讲。伫美国咱的第2代、第3代，可能抑阁比台湾的遮的伫北部的囡仔吼，阁较会讲吼。我会记我细汉的时，咱台湾有迄个诗社，我阿公我是伫台南吼有南社，因咧做诗吼，因咧念拢是用咱台湾话咧念啦，拢念出来，迄诗真好听吼。毋过我想即摆的人，咱的子弟可能无人会当讲了解过，迄诗哪会是？可能有看到嘛，毋知影讲实在是用台湾话念出来吼。毋过我感觉讲，最近我有感觉讲着有一寡进步啦，有一寡进步吼。有一寡进步就是讲，像讲
陈文祥基金会内底有一个董事是迄个台大历史系的即个教授，周婉瑶女士吼，伊开即个用台湾话来开课，伫台大台湾话开课，听讲上头啊是较差不多40几个，第二学期就增加到要100个人，所以少年人有若是有趣味迄个陈文祥基金会遮个台湾台大的遮学生10当前就开始每当伫即个7月初2，陈文祥伊互等落来是会是迄个7月初2，伫迄个广场边仔的教室拢有做一个纪念会、座谈会。我拢差不多拢有去参加。我见遮个学生会真甘心咧，因用台湾话讲，虽然讲了无真好，因拢试拢要用台湾话讲所以有在进步。陈文祥基金会伫10当来的努力，含主要是遮学生即个努力，搁遮个学生，搁有一寡教授的努力咱伫今年2月初2，伫台大即个广场有建立啦。陈文祥基金会其实上头即个国民党无要互咱用陈文祥的名成立，所以美国的陈文祥基金会成立台湾叫做台美文化交流协会所以有若做真侪关于台湾的文化的真侪工课搁记录有像出一本岛国显影，就是讲咱台湾人有足侪足杰出的人，毋过咱的找咱的教育拢无讲，甲台湾人早期的真各行各业的遮个先进拢甲因的故事拢写出来搁头拄主持人讲的，就是逐当有即个去绿岛真悬的即个工作营咱拢请遮白色恐怖时代，因即马拢差80几岁去含遮个少年人做伙，一当拢200-300个学生来申请较收40几个人，因为各种的原因无法度，也无当然，阮有若希望讲会当增加即个陈文祥的案件，当然到今仔日还阁无真相无出来，就是讲实在，即个其实毋是讲啥物人迄个甲刣死，是讲整个即个国家的暴力是安怎来控制。一般阮的了解看法，蒋经国伊长期为白色恐怖到伊过身，其实情报单位含即个黑党遮个竹联班遮人拢密切有关系所以这才是应该是即个真有计划的对台湾人对咱足侪先进即个甲因谋杀甲因互因真侪人安尼来牺牲啦毋过陈文祥虽然过身40当我感觉其实伊无过身，无死去，伊用另外一个方式继续像咱即马在做即个台语文即个运动，这我相信的确是伊上爱做的工课咱搁真侪少年人需要会知影台湾的历史、台湾的语言台湾的过去咱较知影讲将来要安怎行。我相信这拢是陈文祥伊爱做的工课，所以我相信咱所做的工课，各位所做的工课拢非常的有意义多谢各位。好，多谢杨董事长的致辞，我嘛感觉，因为虽然讲我是较少年辈，毋过因为我进前去迄落参加人权之路的阵，就是学习到真济我感觉，就是迄种台湾意识，搁对台语文化遮的
遮意识拢是迄个时阵，互我足侪建立伫我诶心肝内安尼。对，多谢。好，刷落来迄个，咱今日个活动介丰富，毋若是要颁奖尔，咱即摆要先来邀请一位演讲者，伊是我做台语 YouTuber 的前辈，伊的影片的产量有足侪，用台语吼伫网络顶悬讨论足侪内容，足丰富的，所以大家应该拢知影我咧讲啥啊，就是无毋对，就是阿勇台语的阿勇，咱来欢迎阿勇者。伊有准备一段演讲的主题是台语灭种甲拯救。好，扑个声。阿勇你好。Hello，阿勇，好，多谢。好，反正大家听到我即个演讲了后，小可受气，因为我讲的反正较歹听小看，毋过我也是要讲，因为这我感觉较重要的啦，这我个人的感想尔吼。好。先讲各位即种真恭喜大家平安这演讲主题好做像阿勇拄则讲的台语的别种甲拯救即两个问题我看一定有即个牵连伫咧因为假使咱毋知灭种是安怎发生要哪有法度甲拯救对无就是一定爱了解即个灭种，才有法度甲拯救。我即几冬在参与甲观察台语运动嘛是一直咧想即个问题定定想到英语有一句话是讲politics is downstream of culture politics is downstream of culture 就是政治是文化的水尾。即句话意思就是讲政府是咧执行无毋对，毋过政府无影咧带头无论是自由还是威权的体制政府的正当性拢是为民间这边来民众接受政府才有法度做毋过我看若是台湾还是台语这项真侪人想要甲责任拢提到政府迄边去讲像陈良光先生拄则讲的嘛，就是政治人物出来讲台语嘛是上好的法度啦我或者是电脑病啦真侪人咧讲政府着爱设一个台语的委员会政府着爱办台语的媒体政府着爱学校教台语课政府着爱安怎拄安怎台语才会救你在我看这反正是拢总无影啦因为带头阵的一定是民众这边台语爱有家己的文化啦特别是即个叫做文化制度政府毋则有可能对咧行文化制度是啥物咧我伫遮咧讲的是那英语的迄个 word 就是 cultural institutions 比如讲有宗教的啦像那台湾或者是庙寺还是教会嘛有啦若是教育的不管是小学大学还是研究所拢算在内还是媒体像电视台电影网络的还是新闻报纸杂志等等佫有各行业的各种大细间公司点号等等这拢总算是文化制度的部分我毋是讲台湾无遮物件还是内底拢无人咧使用台语还是台文毋过我看就是中华民国厉害就是厉害哩熬说服台湾人甲遮的文化制度拢总交互北京语的文化科举头去我知我安尼讲人会抗议咱会讲这拢毋是台湾人家己做的还是讲台湾人捌互屠杀有戒严嘛迄寡历史的原因嘿啦安尼讲嘛是100%正确啦无毋对毋过真侪台湾人到落尾到即马就是接受中华民国甲北京语的正当性这毋则是问题咱今仔日无屠杀无戒严历史是爱捌这无毋对啦爱捌头尾啦毋过今仔日的运动爱面对今仔日的问题你甲看咱若讲比如讲学校自然就是北京语的学校咱若讲报纸自然就是中文的报纸逐项拢嘛差不多是安尼啦如果有真侪人就接受可能有人试着，无要紧，你继续讲。对啦，就是逐项拢差不多是安尼，就是咱想着就是自然就是
中文的，自然就是北京语的吼。啊，真侪人接受即款的状况啊，我看这是正讲今仔日的问题啦吼。啊，那毋是讲北京语的吼，像讲台语还是别个语言的吼，政府极佳，我看政府极佳通做的，就是像教育部的闽南语词典，也是国校的母语课，吼，国校的母语课一礼拜教一个45分钟尔，吼，啊，公司台语台也是2当前通过迄个语言发展法，敢无啥物具体的结果啦？30当来，吼，我看30当来成果就是安尼尔，啊，即款的成果。我阁有一个问题出来啦，遮个代志讲较歹听，敢有路用啦？我看是无得确啦。反正是有较赢无安尼尔。比如讲，迄个拄则讲的学校教一个母语课，吼，一礼拜教45分钟，学生敢有遐退啦？伊连物嘛知哦，台语无主流啊，啊台语嘛无考试啊，还是讲台语考试嘛无要紧啊，哦，数学中文吼，这较重要啦。啊台语考试有若无？啊，若是台语台无后，我警告大家无后，敢正经咧学台语咧运作。我本人上台语台节目几若届啦，啊无后，其实拢是讲北京语啦，啊课本嘛拢是中文。实在讲台语台台语意识，抑阁足欠缺咧。所以我看即个政府做诶代志，较加嘛是咧斗劳咧尔，无的确抑阁有即个颠倒诶效果啦。啊，即款诶问题，咱爱捌啦吼，这毋是台湾才有啦，世界嘛有真侪前例，咱如何通参考？我找着一个较适当诶例吼，反正是即个1989年诶切记啊，Czech Republic 还是切记啊，因迄阵诶 Velvet Revolution， 那因迄阵嘛有共款一个问题吼，因诶文化制度差不多40外档，拢互迄个威权诶体制占据，啊，因迄阵诶革命者。甲即阵诶台湾运动者，我看是差不多共款，因无法度为政府体制内底，做正经诶改变。啊，毋过因有发现讲，因若是家己来成立，因所要爱迄款诶文化制度，工课加诚快做，因若是要爱虾米款诶教育，虾米款诶媒体，虾米款诶公司，因拢着爱家己来，即款诶政府制度以外的制度，因甲讲好做一个好做平衡制度，安尼啦，一边政府的，一边民间的。啊，这个平衡制度愈大，就有法度甲原有民众无要爱政府制度这边，做一个替换，安尼因的革命随着成功，伫1989年成功。啊，我有一个朋友，捌甲讲几若届来讲，啊勇啊，莫阁舞台语运动啦。啊，在我看，伊差不多嘛是即个意思啦。因为讲较实在啦，毋是逐个人想要舞语言运动啦，这是无毋对啦吼。真侪人会感觉语言无趣味啊，我有当时也感觉语言无遐趣味啦。啊，毋过遐个文化制度吼，像教育啊，像媒体啊，像宗教啊，等等，逐个人咧过日，事上就一定会交叉着。所以我看是台语早晚爱为即个敢若一个角色吼，一个语言运动。变做一个正港的社会运动甲文化运动，啊，反正即个拄则讲的切记啊，一个平衡制度即款概念诚适当啦。啊，我最近咧想哦，较早有民进党是为一个做党外运动来吼，啊，我看即马应该爱有要安怎讲，那就是国外运动啦，就是中华民国的国外的运动，才有法度真正的向前行。啊，若要安怎做咧？若我即马是咧做 YouTube， 大家知吼。啊，我做 YouTube 其实是因为 YouTube 的成本真低，安尼尔。啊，我毋是好野人吼，我通做我就做。啊，我若有钱咧，我要安怎做？我会比如讲去一间学校，为幼儿园甲小学开始，安尼好。啊，莫阁等政府来做，反正政府做诶，无可能是咱要爱款式吼，对无？因一定是中文兼台语安尼尔，吼。啊，家己来都较规气啦，安尼咱嘛知影吼，确定民众会接受啊未？无啊，若毋是学校，我会去一间，比如讲新闻社，我会出报纸，做新闻节目，等等。啊，我毋是讲台语报纸，也是台语新闻，我要爱就是迄款
咱若讲报纸，吼，咱若讲新闻，自然就是台语的吼，迄个台语就免讲啦。听讲今仔日有迄个自由时报记者来，我毋知敢有伫现场啦。啊，毋过我问大家啦吼，自由时报敢有可能刊一篇台文的新闻？我看是无啦。啊，毋过就算讲有啦，自由时报原嘛是北京语的报纸啦吼。若刊一篇台文的，哪咧看一篇英文的吼，安尼斗来咧尔。所以若法度去做即款典型的学校吼，典型的新闻社，典型的安怎等等，我看这一定爱做啦，吼，如果一定爱家己来吼，政府是无法度做啦。啊，当然我一人啊，你一人嘛做袂到，啊毋就啊毋过吼，咱有法度做诶，咱就一定爱做。像咱伫遮即种诶幼稚吼，咱爱看会晓哩啊，真正诶啦。吴先生吼，伊毋是会晓台语诶火箭专家吼，凡说会晓台语诶火箭专家，毋若伊一个人尔。啊，毋过吴先生诶火箭吼，连火箭本身都拢有写白话哩吼。蒋先生毋是会晓台语诶教授吼，伊是足骨力吼，伊得甲规个省台文系变做正经诶台文系吼。啊，毋过吼，这较济嘛是伫中华民国体制内底吼咧运作。啊，伫迄个情形吼，舞台湾文化，我相信是非常非常艰难诶代志，拢互中华民国体制白条条吼。啊，我做 YouTube， 凡说有一项好啦，就是我做诶拢介在我欢喜诶吼。这就是即款我所讲诶国外文化啦。啊，我所做诶参中华民国诶体制无伫台啦吼，较自由。好，所以我诶想法就差不多是安尼啦吼。台语若无法度为语言运动变做正经吼正港诶社会运动，啊，运动者若一直互中华民国诶体制白条条安尼，吼，反正是真正较袂寸骹出手哩吼。啊，咱若有较巧，若有法度去做咱家己诶即个平衡制度，吼，若无接受中华民国诶北京语正当性，吼，这是重点。若无要参中华民国诶体制，小安尼搭定，吼，凡说咱就有一个拯救诶法度，吼，啊，总是要拯救，敢若是咱家己通做诶尔，吼，所以大家就继续拍拼啦，啊，有迄句话嘛吼，爱拼才会赢吼，努力。而且阿勇讲了够好，我感觉做认同诶。因为我进前嘛有迄落伫公司台语台做导演，做节目诶导演。啊，我就是嘛是知影讲，虽然伊是一个政府成立诶台语台，啊，毋过其实内底嘛是有足侪根本袂晓台语诶人啊，安怎啊？所以对，就是有即种现象，你会感觉足奇怪，对。所以这我感觉我后来嘛去家己伫 YouTube 做影片嘛，是甲阿勇有共款诶感觉，就是讲伫遐我当较自由，我想要用啥物台语诶内容，我就会当安怎做互大家。啊，若有兴趣介意诶少年人，就会甲我做伙，啊，咱来重视即个物件，即个文化安尼。对，好，多谢阿勇精彩演出迄个演讲哦吼，啊，咱刷落来。咱要来开始介绍即摆得奖的7个得奖人，啊，要请因发表因的得奖感言。咱为头一个奖开始，第一个奖是专业成就奖，得奖人是吴宗宪教授，就是咱少年人讲的火箭阿伯。吼，伊是头一个伫 TikTok 顶悬使用台语演讲太空知识的迄个专业人士。啊，伊即马嘛是咱国家太空中心做主任。嘿，咱即马。欢迎大家有看到啊？吴宗宪教授，你会当甲大家拍招呼一下。爱开麦克，开麦克。嘿对。大家晚安，大家早安，各位朋友大家好。耶！吴教授好。大家好。咱即摆敢是先，咱敢是先来放迄落教授的迄种得奖的感言啊！歹势，咱先请梁光兄敢要迄落小解一下迄落教授，互大家熟悉一下。来，我无教授熟悉吼，是伊伫 Ann Arbor 咧读册的时阵啦，迄阵啊，阮伫遐有即个台湾通讯的读者联谊会，有经过伊熟悉即个黄邦南先生，已经10几冬无见面，
啊，伫 YouTube 内面看伊咧用即个咧写火字吼，啊，讲写白话字，啊，嘛有写客家的话吼。啊，我互我上甘心的就是讲伊转去台湾了后吼，伊安尼成立即个5拍台语的计划吼，所以就是讲，迄5拍的收入吼，也是共款的时间吼，啊，出来翻译世界名作吼。好，啊，我来介绍到遮伊的成就，我想。大家比我更较清楚吼，啊，伊伫迄个大家拢叫伊火字爸啊吼，啊，伊伫即个伊是伫台北 TikTok 第一个用台语讲科技的人吼。好，啊，讲到遮，多谢。好，多谢梁光兄的介绍。安尼，教授，我先放你的迄个接种感染的影片，好无？好，来，即马伫防疫旅馆我是郭忠信。首先，我想咱文成教授纪念基金会，伊自从伫差不多40当前，1982年伊成立，自打到即马，一直伫咧鼓吹咱台湾主体的价值，推广咱台湾的语言文化。我从来毋捌想过讲，我过去年轻的时阵所做过的一寡代志，今仔日竟然会得到即个遮尔大的荣誉。即个奖是台语文化大使基金伊所赞助的专业人士贡献奖。我个人感觉非常非常的光荣。我非常会记得，我伫1990年，我拄到美国Michigan 读博士的时阵，伫一个机缘参加一个演讲会了，我开始参加伫 Ann Arbor 即个台湾同乡所举办的一寡几系列的即个台湾历史的读册会，嘛伫迄个时阵开始了解到陈文成教授，嘛是我共即间Michigan 毕业的杰出的校友。当时我呢无细致了解，就讲我伫台大咧读研究所的时阵，甲我的牵手定定咧约会见面的所在，就是伫台大旧的图书馆的边仔的草坡边。这对我来讲，迄当时的一个心内的冲击，就是种足特别的这种连接。竟然世界遮尔大，但是我绝对无想讲，我经过这30当后，我有这个荣耀，有这个光荣，会得到这种一款的肯定。咱过去伫少年时所做的事工，咱知影这台湾通信已经30当了，这真正是无简单。咱感谢伫这个过程中所有辛苦坚持的友志朋友，因会使讲是我出国读册开始有台湾意识以后，伫陈荣光甲苏志明先生的鼓舞之下，我第一本接触的台语文的月刊，透过这本通信的文章的这个理念，我学习到正确的语言态度，就是文字其实是种用来记载无共语言声音的工具，这语言的发声甲语法，这是这个语言上重要的元素。咱所有的语言拢是平等的，嘛，互我对台语复兴的态度甲做法，提供了足健康的养分甲正确的指导的方向。伫美国的读册期间，除了认真从事博士班所做的这个研究以外，其他的时间会使讲就是，若毋是咧进行，就是咧鼓吹咱台语文字化的工作。嘛，因为安尼，才知影这个实现的实践的过程，才知影这个文字化对一个语言长期生存的这重要性。伫我1995年，我博士读完，转来台湾的时阵，我决定甲苏志明先生所开发的哈西斯台语的数字软体，我甲早转来台湾推广咱台语甲客语的文字化，安尼嘛感谢造成我尾仔我要讲的这个5拍的台语计划。虽然
我上尾佫回到转来台湾工作，我回到转来家己的即个专业以外，我无时无刻我无时无刻一直咧想讲，我是要咧发挥我伫专业上的一寡，若有一寡小可的成就影响力，免啊过去影响我的学生，甲一般的少年家，甚至社会大众对台语的即个看法甲伊的重视。第二转来台湾的时阵，除了我迄阵认真伫国家太空中心咧上班以外，我其他的时间，甲一群台湾有志的、甲进步的少年家，像自强、鲁能、惠庄、惠平、文言、等等，阿仁甲阿辉，遮个好朋友，做伙来组成500台语计划。咱希望会当透过咱翻译外国著名的即个小说甲文学作品，来提供互咱少年的翁仔某，像讲伫囡仔要囡仔困的时阵，会当念互囡仔听，兼互囡仔即个学台语。虽望咱简单到维持3档，翻译13本的册尔，但是即阵即个大家共同奋斗，为着台语文字化的通过这时间的经验，已经深深刻伫我人生的记忆内面了。希望即点仔拍拼会使贡献互咱母语的养分。其实即个专业人士贡献奖，我认为应该是颁奖互迄当时做伙拍拼的朋友。我只是代表大家来接受即个贡献奖尔。就伫2000年以后，我伫高大开始真正足专心咧做我的专业拍拼，尤其到2005年开始接触即个火箭技术的研发，我无时不刻一直咧思考，要安怎发挥我家己专业伫即个透过台语的影响力。这嘛是我伫TED台北伫2014年伫接受2015年邀请我去做火箭演讲，我特别要求我要用台语演讲，我来突破传统，会使讲是第一个人使用全部是台语的演讲，复杂的火箭科技。这嘛证明咱的台语会使完全用真正精准的这个语词来说明、甲解说复杂的科技，就参像 rocket science 遮尔复杂。希望未来有搁较侪各行各业的专家，会使伫公开甲正式的场合来使用咱的台语，进行知识的传播甲交流，增加咱台语的专业地位。最后，我再次感谢陈文成教授纪念基金会颁这个遮尔大的奖，互我个人的公营。我上尾我嘛是要感谢我的看守30天来对我的人生所作所为的拥吻甲支持，会当互我全力做我有趣味的代志，贡献我一点仔时间，互咱的母亲台湾。感谢大家。听即个吴教授讲了，感觉心内足感动的，毋知大家敢有共款的感觉？多谢大家。好，多谢吴教授。其实我嘛是对迄落宇宙搁太空即个物件拢足有兴趣的，所以我迄个时阵看到即个报道，发现讲哇，原来台湾人有人咧做即件代志的时候，我嘛感觉足感动，尤其是搁会当用台语来讲遮个知识安尼。多谢你。多谢，谢谢。好，刷落来，咱即马要来看第二个奖。第二个奖是台语文教育奖。得奖人是蔣维文教授，伊嘛是即马清大台文系的迄落系主任。咱即马要先来看一段古水的影片，要介绍迄落蔣维文教授。好，维文教授，咱即马先看影片哦。好。大家好，我是 David。大家好，我是阿武。大家好，我是文乐。
这个我即马要介绍这个得奖的人哦，伊有教过人，伊有教过足侪人，台语伊有教过大人，嘛有教过囡仔哦。领这两个就是拢是伊教的哦。我即马要念的是讲不要用钱妈妈。有一年阮看去啊，是啥？原来是讲不要用。你这大个呢？你敢是我的妈妈？我两只脚，你四只脚。我是去量，我唔是你的妈妈。来，后写动物行大对决。做侪代志的哦，伊有做过啥物款的代志咧？台湾罗马尼亚会理事长，台湾笔会秘书长，台湾文化协会理事长，台湾语文测验中心主任。这个人是啥物人咧？伊就是周慧文老师，耶！耶！大家敢有感觉做咁那么他曾经就是说申请过的。美国条和现场就是。伟文教授，你好，你好。主持人，还有咱线顶的所有台语文的友志，大家平安出头天。即摆我会当讲话吼，对，迄个吼，迄个进前呢，伫即个龙江遐甲我联络，讲要颁发即个陈文成纪念基金会台语文的即个奖，台语文教育的奖，互我的时阵吼，迄当时我嘛真感谢咱龙江遐，还有咱基金会对我30当来的即个肯定吼。第一时间我就甲讲真感谢，多谢。双时呢，若准讲吼，这是中华民国教育部要颁互我就甲拒绝啦。中华民国我绝对甲拒绝。中华民国教育部呢，伊嘛有一个即个所有的即个母语的即个推动的一个贡献奖，但迄个为啥我会甲拒绝呢？基本上迄是中华民国，尤其是教育部，就是当初是无害杀害着咱台湾语文上主要元凶。而且呢，伊到呾嘛也无真心的悔改啦，伊所做的包括为名称，甲咱讲是闽南话，来甲咱侮辱，过来包括即个课纲、语法会国家语言发展法、国家语言发展法通过了，照讲你国中、高中着爱拢3档拢必修，伊嘛听好，佮甲你拍折扣，拢是算假，无认真的推杀，到即嘛拢也无真正认真的推杀。所以呢，若准讲是中华民国要颁，我绝对拒绝。这呢其实正10当前，迄当时就有人讲伟文你哪免申请教育部迄个？我讲我若做去嘛袂甲申请迄个奖啦。伊是咱的杀害凶手呢，我搁着甲伊来肯定咱做台语文哦，互一个杀害者甲咱肯定，迄对咱的侮辱啦。所以呢，若是中华民国，我绝对甲拒绝。但是今仔日是因为龙江遐，伊嘛算有代表性，创办即个台湾通信，而且包括陈文成基金会长久以来为着台湾拍拼，这才是正讲爱护咱即个土地的人，因对咱的肯定，才是真正的肯定啦。
我就简单补充到遮，感谢大家努力。好，多谢魏文教授。咱即摆来看迄个魏文教授之前有先录迄个感言，这种感言的影片，好无？咱即摆先来看即个影片哦。各位关心台语文的友志，大家平安出头天。今仔日真感谢世界台湾文化论坛甲陈文成教授纪念基金会对我30年来从事台语文教育的肯定和鼓励。这是我第2摆为陈文成教授纪念基金会手头领奖。头一摆是我伫美国读博士迄阵，基金会颁发奖学金，赞助我做博士论文来做这个台湾比较研究。实在讲呢，我读大学以前是仰望做科学家，也是发明家。所摆大学是读机械系，是安怎后来为机械系转来语言文学的研究呢？这和我大学时代创立淡江大学台语文社，参与台语文运动有关系。我是伫1990年9月入去淡江大学读册，过当年正式成立学生社团台语文社，由我担任头任的社长。迄阵也无台文系，学校嘛无开任何和台语文有关的课程。所摆台语文社定以读册会、演讲、座谈，也是营队的形式来进行。有一摆真意外的因缘，我伫前卫出版社熟悉陈芳辉甲陈明仁，因迄阵借前卫的所在，伫负责台文通信伫台湾发行的时间。透过因，我熟悉较侪社会上也是其他学校的台语文社。原底呢，我也毋是真确定大学毕业了要转行也是无。毋过呢，后来发生一件代志，互我决心改读语言学，行研究推广的路线。迄是1995年伫台大办的台湾语言国际研讨会。迄阵，阮一群台文社友志真欢喜，小招去参加研讨会。大家想讲，真欢喜啊！总算有语言学家要关心台湾语文的死活。毋过想袂到，大会却禁止阮伫会场用台语或者客语来问问题。因讲，迄是国际研讨会，爱用华语无就是英语来发言。大家指赞袂调，随甲大会抗议。迄暗，我嘛随写一首诗，是为家顶头的鸟鼠，嘛决定要改读语言学，通对迄寡无台湾心的语言学家唱声。这首诗是安尼写：我看到一只鸟鼠倒入是为家顶头，妙妙准。假使我注定爱接受死神的调换，敢着成就恁的地位？伫恁闪失的手术刀下，我都踢开目睭，简单妙妙准，做最后的抗议。我看到一只鸟鼠倒伫十字架顶头，妙妙准。假使我了会着悲剧，悲剧毋是死亡，是死亡前的侮辱。上尾，搁一摆感谢世界台湾文化论坛甲陈文成教授纪念基金会颁发台语文教育奖予我，嘛感谢我的爸母和兄哥，因长期以来支持和赞助我从事台语文的研究和教育的工课。努力，台语出头天。好，多谢魏文教授这个这种感言。
好，但是我即摆网络敢是大家敢有看到？有看到。无问题吼，有我家己看无我家己好，无要紧。安尼我搁继续，网络怪怪，无要紧。好，多谢伟文教授。安尼，咱即马要来播，要来看第三个奖是弱势文化关怀奖。咱要先来邀请陈瑞先生来介绍即种人地敢会博士。俺伊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我相信就是为这个信仰，伊得到一个真坚定的信念、公义甲公平。伊关心女性，因为女性受到无公平的待遇。伊看到台语甲台湾文化受到压迫，伊决心要来反对。伊专工去成大台文系读硕士，去台师大台文系读博士。了后20几年以来，用伊真水气的台文的笔，徛伫台湾人的立场，写真侪文章、论文甲诗，用行动来争取弱势族群的权利。伊阁对台湾的平埔族关心，因为平埔族已经徛伫最后灭绝的一条线。为着要了解西拉雅的历史，伊去学荷兰文。伫2009年，台湾第一本出版西拉雅语词典，伊嘛淡薄有参加着。伊用前后差不多12冬的时间，去台南、高雄、屏东真侪所在走找，采一台中国的录鼓马，去西拉雅、塔克兰甲马卡头的庄脚访问做田野调查，详细甲这资料记录起来。了后，伫台湾通讯经过用差不多前后8冬的时间，甲伊砍出来，成做一个系列，叫做《西拉雅培训》。这资料成做战后关于南部台湾平埔族真有分量的第一手的资料。咱希望有一日，伊会当把这资料出版做册，留予历史。陈嘉义相信语言平等，所以伊亲身做示范，去学客语，嘛去南部客家庄做田野调查，写真侪客语的诗、文章甲论文。伊可能是第一个想要用客语写论文的人。陈嘉义用行动来争取公义甲公平。公义甲公平后面，就是爱心甲疼惜。陈嘉义是上界适合弱势文化关怀的这种人。好，多谢陈瑞先生的介绍。咱要邀请迄个陈嘉义博士。陈嘉义博士，你好，你好，你好。爱请你先甲麦克开起来。安尼敢有听诶？有，博士你好。哇，毋通安尼叫。安尼，
咧想要请你甲阮大家讲几句话，分享一下，就是你得奖的感言安尼。哦，即摆要开始讲啊，吼，嘿，会当会当。好，我开始来讲好啊。好。各位为着台湾的母语咧拍拼的前辈啊，各有朋友，主办单位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各有即个美国陈文贤基金会，抑各有主持人，各有我的介绍人陈瑞生的吼，逐个平安，真感谢主办单位吼，互我即个奖安尼，互我诚大的鼓励。较歹势，因为我本来有先录影啦，毋过迄个敢若讲伤过长啊，所以叫我临时讲，但是即阵实在是我运动爱困的时间啊，所以我向讲话，若无讲介好势吼，请大家原谅安尼。迄个。真感谢即个陈瑞生的小解吼，我想讲因为时间较无讲介济，我莫讲伤过长吼，我着讲即个我做的即个病保的产业调查的工课即部分就好啊。吼其实即个工课吼会启发，爱感谢即个陈瑞生的吼。因为其实迄我会开始去做病保的产业调查吼，是因为即个伫即个伊写的即个台语长篇小说《熊鼠宝记》吼，迄阵还袂正册吼的时阵吼，我读伊即个一篇一篇的迄个即个就是讲《熊鼠宝记》的迄个一张一张安尼的时阵，受到诚大的感动吼。我读的时阵，差不多就是讲对头啊，考到尾啊，吼，因其实即个全世界迄个文学的作品，我读足侪啊，毋过就是抑毋捌讲有亲像咧读《熊鼠宝记》的时阵，遐尼大的感动。我咧想是因为讲，这是头一个，就是讲真正是用咱的病保组的祖先做主体来写的即个。较长篇的文学作品，佫是徛伫咧真正台湾的立场来写，因为用过，咱遮病保组的祖先是拢互即个主流历史砍掉的，甲伊稳捌，甲因即个看轻的，所以头一摆咱读到即款的作品，足感动的，所以迄个时我决定讲无来写《熊鼠宝记》的论文。到尾煞变做讲，就是开始对病保组即个议题有兴趣。在写《熊鼠宝记》的论文的时阵，我到尾有想讲，若无去实在的所在，去看敢若安尼写，感觉诚虚安尼，所以我才开始讲去台南遮所在，来做产业调查其实拄开始嘛，无想讲要做一个。做遐尔多遐尔久啦，我想讲着就即个熊鼠宝记内底有提起的所在去看者安就好，毋知影到尾煞愈做愈聊愈深安就对。这其实会当做即个病保的产业调查，我感觉是足欢喜的真正是我一世人所做，我感觉上介快乐，上介有意义的工课虽然讲去做遮产业调查，但是讲起来，在足侪人看是危险，嘛可能诚忝安尼毋过会当住家己的土地台湾即个土地安尼行大走跳，对有搁较深入的人物我感觉迄是足幸福的代志。我嘛感觉诚感谢上帝互我有。想出台湾做我的祖国，佫互我有机会来做遮病保相关的工课因为安尼我甲即个土地的感情会当愈亲密愈深入，对家己大汉的土地会当愈深的了解我的生命变甲佫较丰富，佫较
值得活安尼。吼，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莫讲伤久啊，惊迄个占着刷节啊，佫有几啊个伫种遮的时间，我就先讲到遮。啊，佫一摆甲即个主办单位啊，佫有各位前辈朋友，说多谢吼，多谢大家。多谢多谢俺姨博士，我感觉你讲了话，我嘛感觉足感动的。就是因为我感觉台湾真正就是一个足多元的所在嘛，啊，咱会当去认捌咱家己的历史，也是即块土地的故事，真正是一件足水的代志安尼。多谢你嘛，恭喜！多谢。好，安尼刷落来，咱即马要来看迄个社区服务奖。社区服务奖，咱先邀请吴国珍老师来介绍陈宏辉老师。陈宏辉老师，对。国珍老师，你好。周导演、主持人，阁有所有现场遮的时代乡亲，关心台语文运动的前辈，大家好。我来诚意介绍陈宏辉老师。自伊足少年的时阵，伊就投入反对运动，行街头，争取政治开放。接接到台语文运动的理念了后，伊也归心踏入这条路，一直到今。小弟熟悉陈宏辉老师迄时，伊咧担当台文通信台湾总联络人，听起来名衔真悬，通台湾拢着爱对伊一个。啊，迄阵确实嘛，敢若伊甲阿珍老师两个，会使讲伊的生活就是母语运动。落尾因为理教家族支持，李江桥台语文教基金会成立，啊，会这嘛是担当总干事，每日为着台语文运动咧撞出撞入。基金会听起来较有办，啊，毋过运转的经费嘛是着爱伊去鼓舞、去宣传即个团体对台语文的事工已经立即出虾米款的成果。近来这10几冬，啊，为这阁担当真侪连续剧、电影才会出头的台语指导，开出一条新路。这毋若是伊事业的新路，嘛是替正办的台语文踮大众媒体拍基础的新路。因为伊的经营甲坚持，影视界才慢慢会当理解讲，毋是会晓讲台语就会当做台语老师。台语若全然要讲会好，定着爱学罗马字。啊，或者嘛一直用心咧栽培后辈，投入台语文的工课，包含小弟本身，啊，阁有郑家豪兄，拢是因为伊的鼓励甲引进，才有通参与公视台语台的工课。人生有起有落，就我所在，啊，为这嘛捌经验过袂少波折的遭遇，相信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力量，互伊无论虾米款过程，拢无感觉累积。无一日写落对台语文运动的责任，总是面前这担还阁真重。李江桥台语文教基金会已经25年，过来有真侪要紧的工课，还阁真需要大家来甲斗相。以上是我的对阿辉姐陈宏辉老师的介绍，感谢大家。好，多谢国珍老师的介绍，足详细。安尼，咱即摆来欢迎迄个宏辉老师。安尼敢有听到？有，足清楚。好，安尼我着紧来讲我即马要讲的话啦吼。真公营嘛，真欢喜通得到由台语文化大使命基金所赞助，陈文成普世纪念基金会主办世界台湾文化论坛承办的台湾通信30档纪念奖，其中的社区服务奖，会当得到这个奖励。我在先爱感谢阮家族时代，互我伫台语的环境成长，互我对台语有真深的感情。因为因开放的教育，互我自细汉接触到讲台语的长老教会，嘛接触到迄时还是禁期的党外杂志甲侪禁册。嘛因为因用心的栽培，我有寡音乐甲美术的基础能力。伫我青春的大学时代，520农民运动事件，甲地南洋先生为要争取100%的言论自由，煞来自焚的事件，互我诚大的冲击。1988年尾，声援520农民的游行，是我头摆行就街头为弱势发声。自迄时起，我参加
兴我母语，反核救幼基，无靠努力，反军人干政，反万年国代，也就是咱所讲的亚庇学学运等等各种的社运议题的街头活动。伫一摆搁一摆认捌各种议题的过程中，我愈来愈深化家己甲台湾的关系，嘛决定要选择台湾语文运动做我一生投入的志业。讲到这个选择，我要感谢台湾通信创办人陈良光先生、前卫出版社林文钦社长，甲台语诗人陈明仁先生，也就是我90年代头一个台语师傅。第一，感谢梁光兄创办台湾通信杂志，而且92年尾了后，好大互我担任这个杂志的台湾总联络人。第二，感谢文钦兄伫杂志创办第一年处理台湾通信台湾的发行工作，我才有机会看到这个杂志。也阁有文钦社长嘛接办台湾文艺创新号，互我参与台湾版的编辑工作，我才通深深体会汉字造字的问题。第三，感谢90年代名人先呢伫台语文学、甲歌谣等等侪方面对我的牵教。要我30年前伫正社运议题内底，因为有基本的台语甲台文的能力，佮感受到台湾语文的危机少人全职投入，我决定要长期行台湾语文运动的路。除了扫除文盲这点以外，我不时咧思考的拢是要安怎互佮较侪兄弟来爱这个语言，愿意来认同甲学习，尤其是读写这部分，互定不止啊悬。因为旧年的市民教育造成大多数人对语言是无自信，也是讲无重视。要安怎互正人了解台语需要罗马字这个工具？要安怎互更较侪人莫排斥罗马字，甲接受汉罗合用的台文书写等等，爱想足侪步数。除了上主带路，我一直在想，一定爱设法招搁较侪无共甲事、无共背景的兄弟来同工。咱这个议题资源本地就真欠，定着爱甲侪个人也是团体互动合作，互相支援连结，才通互咱的主张搁较奋阔。就是安尼，我总是尽量继续参与各种社运活动，协助无共团体的台语文相关工作。上尾，我要感谢李光桥台语文教基金会创会董事长林锡荣、李秀卿翁仔某，伫1996年捐款成立基金会。感谢李光桥女士的翁婿李树全先生提供网架的厝做台北办公室。感谢我的阿爸阿母提供高雄的厝，互基金会做南部联络处。嘛感谢20几年来无共时期做伙做工课，侪专职兼职同工、志工甲热情的捐款者。特别感谢上资深、上辛苦的专职人员所记者，若无大家同心协力，无今仔日得奖的我。以上感谢。多谢方辉老师。方辉老师嘛是我进前伫迄个公司台咧做导演的时阵，伊有用足侪耐心的甲我教足侪台语的知识，安尼。顶届阮做伙去迄个立法院迄个时阵记者会的时阵，我真正就是感觉着，就是感觉老师真正做用心，伊足愿意互阮遮少年辈囡仔会当起来讲话，会当发表阮的想法，会当互阮去揪搁较侪少年人投入咱即个运动内底，安尼。我感觉就是足佩服老师安尼，对，恭喜你得奖。感谢。好，安尼刷落来，咱即马要来介绍后一个奖是草根运动奖。草根运动奖的得奖人是陈明仁老师。阮遮吼有收到迄个前卫出版社的林文钦社长，伊要甲迄个甲老师介绍的文稿。因为社长今仔日可能人较无闲，所以我先代替社长念即个介绍陈明仁老师的稿。互大家听，吼，仁老师，甲你拍招呼一下，你好。好，安尼我先来念即个迄个社长写的稿吼。伊讲，台文通信30档纪念奖是由美台两地陈文成博士纪念基金会来承办，
除了继承陈博士关心故乡、为台湾付出的精神，嘛继续拍拼推动转型正义。文化上嘛鼓励台语文的传承发展，相信这是咱共同的信念甲任务。台湾通信30档纪念奖有16项，其中草根运动奖候选人是台语文学的重要作家陈明仁，写作是伊的专业甲职业。毋过，除了台语文以外，伊嘛长期参与各种社会甲政治运动。为历史来看，无论是政治也是文化运动，拢是透过民间长期的鼓吹、震惊，甚至是冲突，才有法度达成目的。为这方面来讲，阿仁老师本质虽然是作家，毋过伊更加是甲语言、文学放伫建国的前面来思考的运动者。伫台语文运动的过程当中，无政府的支持，民间自发的时代，伊甘愿为台语奉献，用台语表达台湾文学真正的性格甲精神，甚至是政治的愿望甲目标，出版侪侪作品，确实是草根运动真有代表性的人物。回顾台文通讯30档纪念奖的重大意义，以及陈明仁老师的文化成就。为台语文运动的拍拼付出，本人诚心推荐作家陈明仁接受草根运动奖的肯定甲呵乐。多谢，这是迄个前卫出版社社长伊的介绍词。咱即马邀请阿仁老师，大家平安，今日有机会直接甲大家来见面，感觉真欢喜。疫情的关系吼，大家都无啥联络，十几年的朋友同期吼，直接做一个会面吼，足欢喜。我即摆来讲我的感言吼，咱久长的年课拢是无国家体制，到近现代也是互别族殖民。咱的话语毋捌是官方语言。嘛无标准的书写文字，上帝允许我有白话字的才捌，立志去做台语书写的咱家己的生活生产文学，甲有志同齐拍拼，都要有相当的惊气。伫主流社会有时弱势，台湾通讯去做平台，互台语文。有志者通伸骹出手，去做新佮独立的国家前，有台语文书写标准化的备办，这是集体拍拼的成果。真欢喜得到这个奖励肯定，这应该是上帝的，感谢。好，感谢阿仁老师。我嘛是自细汉就熟悉阿仁老师，对。感谢你。好，安尼咱刷落来，要来看后一个奖。后一个奖是资讯公正奖，咱要邀请吴家明先生先来介绍得奖人。杨文彦教授，歹势，杨文彦教授，来，家明你好。大家平安。我是夏米吼。若各位朋友有熟悉我吼，就知影我是写软体，买手煞走来舞台文。杨文彦教授邀请我即个后辈来甲伊绍介，我感觉足荣幸，因为伊所做的就亲像暗夜年的灯塔，笑一条路，互我对得行。毋过我嘛真烦恼，家己敢有资格来讲。点彩是因为我甲伊的背景真相像，做的代志甲理念嘛真活。文彦教授即马是台中教育大学台语系的副教授。伫大学内底培养侪侪台语文人才，凡说较少人知影，伊是台大资讯工程博士，阮即个科系的第一志愿。无拍算，阮言兄伫学生时代，一个遐到读理科的学生，煞伫台大校园吹杀台语文。伊是学生台语文运动上早期的运动者，佮招逐间大学的台语社做伙成立全国性学生台湾语文促进会，伊捌主编过台文刊物《台语学生》，借媒体结连学生群，
嘛捌整理重要的台语文运动史出册，有台语这条路、台文工作者访谈录、甲台语文运动访谈史料类篇，互一般人通了解近代台语文运动的过程。我今年发起台文通信30档纪念特刊计划，受这两本册的影响上大。因为资讯工程的背景，知影现代社会资讯软体会当有大的路用。有资讯专长甲计算机学的专业，伊为2000年开始建立台华线顶书店台语文语词检索系统、台语文数位典藏资料库等等，拢是台语文学习者足好用的基石，会当学到字词的意思、语用、句法等等。我若上课、读册会，拢会教别人安怎利用。台华线顶书店嘛是找台语网站内底重要的资料来源。伊2006年才开始建立台语文记忆资料库，保留为1593年开始到今，约2000本的台语文文献资料，超过1万页，超过11万页。这是台语文的线顶博物馆，收藏台湾人上宝贵的文化资产。若无人整理，咱就无家己的历史，无家己的记忆。好佳在，阮年兄已经甲咱拢看好势。因阮教授对台语文的贡献，大家拢看会到，嘛是我一直应对的目标。3分钟短短时间，实在讲袂了。最后，感谢伊这几十档面子为着台语文拍拼，这是咱台湾人的福气。恭喜阮年兄得奖。好，多谢黑米的介绍。迄个杨文仁教授，你好，敢要甲大家拍招呼一下，爱开麦克，嘿，开麦克一下。哦，对。文仁教授你好。我想先感谢主办单位给我这个奖吼，我嘛感谢。其实我嘛是最近的前辈阿婆一步行吼，咱敢有建议的时阵，咱希望大家继续靠拼，继续拼。多谢。好。迄个文仁教授有先录迄个得奖的感言，咱即马先来看即个影片者。来，真感谢主办单位，互我会颁即个奖互我。我是资讯工程出身的，大学是读资讯工程。因为阮以前的养成训练就是只敢写 program， 到我所以其实要用真侪时间到。大学3年的时阵，开始有意识想要开始做台文的工课。咱做台文的工课，当然一种就是写包括写文章，包括做访谈、做记录，包括甲一寡外文的文本翻写做台文。这嘛是要用真侪时间，对我这个背景的人来讲。本业嘛是爱做真侪，所以我以前捌想要转读，就是一直伫思考的时阵，拄好伫大学4年的时阵，有一个中英语的老师来阮系开一门自然语言处理的课。自然语言处理其实就是用电脑去处理人讲的语言，但是伫迄个时阵是一个真冷门的领域。因为我迄个中英语的老师其实就是找无助理，所以想讲来遮开课会当找着助理无。对我来讲，其实伊这门课互我一个真，因为拍开我一世门，就是感觉讲，因为我虽然是做资讯的，但是我其实若学这个自然语言处理，其实会当以后无你讲会当处理台语。当然，我迄个时阵读册的时阵，老师其实。用的教科书是电脑要安怎处理英文。后来我伫中央英语食头路的时阵，老师要叫我们做的是电脑要安怎处理中文。迄个时阵台文其实因为一方面文本资料量会无够，第二是标准化的问题，其实是对我来讲，就是要用电脑处理台文，还阁是一个真遥远的梦。大概经过10档以后，我后来有机会去教册，开始
接触农业资料库的问题，就感觉讲，即马其实经过遮尔侪时间，慢慢累积，其实咱的资料已经真成熟啊，所以是不是会当开始来做？啊，当然以前有做过中文的一寡经验，知影讲因有啥物物件，咱嘛会当看会当慢慢去做无，所以后来利用教学也是研究的机会，开始做包括台华线顶书店，包括后来做艺术检测，然后用资料库来做艺术检测的系统，包括后来甚至想要甲册图啊顶悬的台语册，甲拢转做数位化，放喺线顶互人看。即10几档做的代志，其实是用真侪时间嘛，用真侪精神，不过看到真侪人会当使用这系统，感觉真欢喜。嘛真感谢主办单位办这个奖互我。当然，即马年岁已经小可较大，所以希望少年人有较侪少年人会当搁开发出较好的系统，互大家会当用伫线顶用方便使用台文。好，真感谢主办单位办这个奖互我，多谢。好，多谢阮严教授即个影片。多谢。我大学开始咧学迄落台语的时阵，定定着爱查书典嘛。因为咱即马迄落少年人拢是用手机较济。我即马阮其实咧学物件嘛是拢用手机咧学。我就是定定的用迄落台华线顶书典。结果即摆我才知影，原来就是阮严教授建立的。多谢你的付出，真正互阮遮就是少年辈家己咧学台语的时阵嘛是有做者工具通好使用安尼。多谢你。好，刷落来落尾是迄落科技运用奖，咱即马先要邀请陈良光先生、良光兄来甲咱介绍得奖人吴家明先生。良光兄。好，家明你好，多谢你，互我有即个机会来介绍你啦哈。你咧请我做你的介绍人的时阵，我是讲好，你实是真大胆吼。因咱两个较熟悉2档尔，拢毋惊，我甲你介绍毋对去吼。其实我第一遍看到你吼，是你来洛杉矶参加23届的世界台语文化营啦吼。迄是主办单位为着要吸引少年人吼，就请即个何新兰教授推荐8个40岁以下的草根台语文运动者来参加即个营队的研讨会吼。你是其中的一个吼。我感觉讲邀请到你是算做上好的投资啦吼。即个台语文赢了后吼，我专工去高雄吼去找伊吼，对伊有较深的了解吼。伊是资讯工程的硕士吼，本来伫大公司咧做 App Engineer， 伊本来敢若有台湾意识，毋过无台语意识。后来伊为着要教因香港某讲台语，开始学台文，想袂到愈学愈趣味，煞袂收山节，甲即个头路辞掉，转成做全职的台语文工作者。伊开台语课，设计台语鸟系列的产品，台语文产品运用伊的科技背景，开发台语电子书店，找台语内容包括几十万的台语词条，会当用华语、台语、英语来查10几本台华、台英、华台书典。毋然呢，伊阁利用找台语的词库，开发会当伫 iPhone、iPad 甲 Android 手机顶头使用的拍台语，用罗马字还是汉字会当来写罗马字。下米毋是普通的工程师，伊阁有艺术的底子。伊创办的台文博览会，充分表现伊艺术创意的才华，甲历史人文的素养。互我印象上深的是，
我去高雄找伊的时阵，伊带我去迄个盐埕埔大沟顶的传统市场。伫遐我看到伊甲我解说讲，伊用迄个菜市的肉店，甲伊改装做会当伫遐咧做卖册的册档，佮印象较深的就是讲，伊伫即个菜市的入口，伊伫遐替赵子贤咱新生代的画家赵子贤办一个个展啦，伊迄是24点钟拢开咧，用规个拢是用玻璃窗围起来，内面展现即个迄个赵子贤用台语做主题的系列的作品，伊是用北管的迄个传统的汉字的曲谱，佮加上即个白话字，来用即个描绘即个伊迄叫做啥物款三角旗还是啥物旗我袂记啦，充分有代表着咱的台湾精神互我印象诚深伊伫即个来参加23届世界台语文化营的时阵伊有咧建议讲，咱爱将即个的过去海外的运动史写落来啦迄阵我就想讲这敢有人要通咧加的想无到伊顶当就开始讲无咱来编一个台湾通勤30档的特刊啦我来讲，既然伊遮尔认真，伊讲好，遮所有的遮编辑的工课伊要来负责我来讲好无咱来试看卖想袂到伊伫即个线顶的遮木珠已经超过阮有算的200几趴拢总无改成五六十万的款伊佫有较重要，伊佫招40几位即个志工将过去台湾通信到200几期的款拢甲伊数位化啦所以迄阵我是咧甲讲安尼的时阵，咱是毋是讲原来咧编特刊的时阵咱嘛来举行一个线顶的即个读者的议会兼且安尼会当加减鼓舞人来支持即个特刊的编辑啦所以按即个今年年头开始1月开始咱就有成立即个台湾通信30档线顶读者的议会到今已经办过30-40场过啊啦咱即个会使讲咱即个台湾通信30档的读者联谊会，会使讲是特刊的一种的副产品因为即个咱的阶段任务已经完成，所以咱就决定将即个平台改名做世界台湾文化论坛期待讲有一天咱即个世界台语文化论坛会当慢慢安尼形成一个变做讲世界台湾文化议会即种的组织就是鼓励讲住伫世界各地会讲台语的人，会当做伙来用台语来论台湾事其实即个虾米甲其他即6位得奖人因的年纪差不多伫要一世代啦所以伊得到即个奖毋定干那讲伊伫伊即个科技运用即方面即块伊是上适合的即个得奖人伊的得奖阁有一个咱将台语文的运动世代传承的意义。好，恭喜虾米你得到科技运用奖。多谢田荣光先生的介绍。虾米即马嘛伫，毋是虾米即马嘛伫线顶。吴家明先生，安尼，咱即马邀请迄个吴家明先生来讲伊的得奖感言。多谢梁哥遐甲我小解真正感觉做应验。我嘛顺续补充一下，拄则听大家咧讲的一寡想法啦。我真赞同迄个阿勇所讲的内容，100%支持。好，我来分享一寡我的想法啦大家平安我是台湾家事媒介即个台湾家事媒介约的即个发起人。
本名是吴家明，足感谢即个陈文成教授纪念基金会台语 Mission Fund 决定办即个赏互我，对我即个单位软体工程师转到专心来做台文施工，有足大诶鼓励。我参与诶时间无偌久，来领即个30档诶纪念赏是有淡薄仔歹势，毋过相信安尼会鼓舞较侪青少年朋友做伙投入。伫台湾大学内底诶陈文成事件纪念亭顶礼拜才拄经过校务会议决定通设迄个说明牌啊，互知影即层黑暗诶历史。要设即个亭足足10档，中间还是有乌手直直伸入来。台湾诶民主运动行到呾，解救咱台湾人宝贵诶活命。无大活，灵魂煞还未得到讨放。大乐会理事长张互柱医生定讲，咱爱赶紧来去做台湾学。台湾学就是顾台湾语文的记录、传播、教育咱的文化知识。阮台文普朗会团队制作 YouTube 节目《台语小姐问》，捌访问前文化部长陈丽君，请伊用铁学来解说语言甲思想的关系。伫内底伊嘛真认同阿勇所讲的一句话。语言毋是文化的一个部分，其实文化就是语言。顶礼拜，香港出名的导演杜汶泽先生伫面册写一句话：消灭一个民族，先消灭伊的语言，是伊做一个文化工作者上深的感受。台湾人要精神，要觉醒，渗透着爱咱家己愿意注重台湾语文。再来台湾族，就爱实践讲台语、读写台文，才有才调传统家己的文化，建立家己的思想自由，脱离中华民国、中国教育。我为2016年年底开始整理济宝贵的台语字数资料，开发拍台语数字法甲找台语词典，希望利益台湾人来学习台语、实践台文书写。应校啥款也无人去研究。总是逐工伫线顶看会到有人抄找台语词典，在论台语词，嘛有愈来愈侪人愿意学白话字，按拍台语数字法来写台文。搁一摆感谢主办单位办即个赏互我，希望我会当像其他先摆共款，继续做30档、60档。最后分享一层台，我是大高台语开讲社前社长，即马嘛担任组头。阮即几档有针对逐款族群设计因适合的活动，来创造友善的台语文环境，互一般社会大众有台文普朗会、台语开讲会、YouTube 节目《台语小姐问》，支持某一家庭有来听台语囡仔鼓、讲师培训、出版台语绘本，帮助学习者、教育者有办读册会、台文基础班、进阶班课程、认证演习等等。影响袂少人关心甲投入，应校相信无需一个正式的 NGO， 毋过干那靠少少几个幼稚小径，实在需要搁较侪资源来応援。所摆我决定将即摆的赏金全额作捐予打狗台语开讲社，通赶紧来成立打狗台语文促进协会。希望即摆捐款会使吸引其他幼稚斗阵来相挺。上尾感谢济先辈友志引带我行即条台语路，互我袂孤单。感谢台文家私面的赞助者，长期支持我做遮个事工。咱继续拍拼，努力。多谢黑米，多谢你。我家己进前嘛有参加过恁举办的台文普朗会。我感觉足感谢恁做遮个工课，当互搁较侪人、搁较侪少年人，因愿意来接触台语，安尼对台语有兴趣，这我感觉嘛是足厉害。多谢恁的付出，多谢。好，咱今仔日咯颁奖典礼第一场差不多就讲到遮。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吼，共款伫遮咱有第2场活动，咱会邀请到迄个陈水扁前总统来颁奖，搁有基进党的主席陈奕捷，搁有台南新学院的院长王宗尧院长来甲咱演讲，请大家迄个时阵会当上线做伙来遮斗闹热安尼。我今日原本是
我原本是要来参加即个颁奖典礼的时阵，感觉足紧张，啊，毋过我今日听全部即个得奖人讲家己的感言，啊，佮有看着大家拢是伫家己的有兴趣的工课，啊，用台语咧推销家己做家己有兴趣的物件，我感觉这是一个互我足感动的代志。因为我正伫我家己的频道嘛，一直讲，就是要鼓舞少年人讲，咱会当用华语做的代志，咱拢会当用台语做。啊，因为就是愈来愈侪人开始安尼做了，即就是变做一个主流啊，对对，好，这就是我今日家己一点仔迄落感想分享，甲大家分享安尼。好，多谢大家。啊，今日的颁奖典礼会先到遮结束。毋过恁若是有想要留落来继续开讲，也是要讨论的朋友嘛，会当继续留落来参加后壁即个 Q&A 的活动安尼。啊，好，今日我就先讲到遮，多谢大家会当伫遮甲大家见面，我感觉足欢喜的，多谢恁。